唔使驚唔使震，第一次落場人生路不熟，好正常噶咋，冇人一天生就識飛噶嘛。即使我到而家都唔識飛，下次你落場嘅時候啊，嗱，你照住我咁做，好多時候啊，你一去到場地啊，都已經100幾廿人噶啦，你會發現咗咧，台淨係得10幾廿張，都未必夠分，咁你可以自己主動走到去司令台度問下，咦，可唔可以熱身啊？禮貌啲，咁正常啊，人哋都會俾你去熱身下嘅。好啦，如果你得自己一個，咁你會問下旁邊嗰個人，喂，要唔熱身下一齊？咁啊，大家熱身一下，個人啊都快啲進入狀態啊嘛。如果張台已經有2個人打緊，咁你可以問下佢，可唔可以借半台打下咁啊？大家打個對角咯。如果成個場地爆晒，張台都滿晒，咁你咪跟隊。嗱，你袋住3個波，練完3個波之後，咁咪輪流兌換咯，唔使怕醜噶。大家個個都係熱身，冇人會笑你嘅。打波嘅都會知噶啦。如果個場地根本冇機會俾你熱身，咁你咪可以練下開波嘅時候個手感啊，等你可以喚醒下你自己嘅肌肉記憶啊。一落場一手緊，你一發唔出旋轉，或者一開波就開個自殺式發球喎，直接等同送分俾人啦。去到比賽嘅時候，裁判咧就會俾個紅色同埋白色嘅一個牌俾你去揀，揀到啦，你咧就可以揀呢個開波定係揀呢個位置。2分咧就會轉一次發球，10比10嘅時候咧就會輪流去發。嗱，呢啲基本嘢啦，係咪？好啦，但係打下比賽嘅時候，嗱，你突然間發現咗，咦，個發球次序好似錯咗喎，咁點啊？嗰1分咧係要照計嘅喎，下一球咪改正翻，之後就繼續翻比賽噶啦。之後打下嘅時候，雙方嘅分數加埋係6嘅倍數，即係咩啊？3比3啊，4比2啊，5比1嘅情況底下，咁你嗰一段時間就可以去印一印你嗰啲汗水，係啦，同埋喺局同局之間會有一個唔夠1分鐘嘅時間去休息一下，你咪可以飲啖茶，個 bell，之後重新調整一下自己個狀態。正常嘅比賽裏邊咧有一次嘅暫停，咁嗰段時間咧就如果你發現咗你比賽中途突然間哇好混亂啊，思緒裏邊，你叫一叫暫停，場外指導叫又得，你自己叫又得，停一停諗一諗，最後呢樣嘢先係最重要啊！球品係好重要噶，如果你犯規或者唔友善，裁判啊俾個黃牌俾你啊，再嚟黃紅牌之後啊直接送對方1分，所以啊呢啲嘢千祈唔好做啊！打波都有打波嘅態度，球品唔好，你技術再好都冇用啊！知多啲咁啊定啲咯，個人落場咯噃，睇你表現啦！